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刘应业牧师。8月11号，实行公义的君王。耶利米书22章1到30节，其中第15节这样说：难道你造了比别人高贵的香柏木宫殿，就表示你是一个贤明的君王吗？你父亲一生享福，他始终秉公行义，他所做的一切都亨通。这句话很明显就知道是指向一个孩子，而他没有继承他父亲对神的这种敬重。从经文整章里我们就知道，上主透过耶利米来预告，来警告约西亚王的后代，后面的3位王，他们的情况将会很惨，而不是像他的父亲一生享福。因为他的这些后代当王的，都是在比谁建的宫殿漂亮，而没有在想上主的事。他的父亲宗教改革，可是他们却是只在乎那些外在，甚至带领这些他们当时的上帝的子民是远离神的。真的是非常可惜，因为他们后果是非常的惨。我们如果再来看另外一个版本，会非常清楚的。或许我们也来想，这句话对我有意义吗？在几千年前对王说的话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应该是有哦。我们刚刚才过父亲节，好不好？我们也想一想，因为牧师等一下来读的时候，把这个你把它换成想成我们来想想哦。其中第15节这样说，我用另外一个版本来念哦。难道你做王是在乎造香柏木楼房增盛吗？你的父亲岂不是也吃也喝，也施行公平和公义吗？那时他得了福乐。如果把你改成我的话，我要这样来想：难道我做这地上上帝子民的儿女，我是在乎所做的房子、读的名校，我所做的高官位置来争胜吗？我的父亲岂不是也吃也喝，也施行公平和公义吗？那时他得了福乐。是啊，如果我们这样换成这样来想，我们就知道主也对你我来说话。或许你会说，我的父亲不是这样。但亲爱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称这一位是我们天上的父呢？他是这样的，而且他是在乎我们是不是施行公平公义。他不在乎我们在这地上，我们是客旅，我们是天国的侨民。他不在乎我们是不是努力的想要买豪宅，第一间第二间，我们有多少这个遗产，或者是我们多少的这个功名，什么样的学校，什么样子的人生胜利主。主在乎的是我们是不是活出神的公平和公义，就是我们神的标准。那么我们仍然会因为这样而得福乐，也就是得福乐的这一条路只有一条路，就是我们跟随神，而且我们活出上帝的公平和公义。那个结局是非常清楚的。我们要什么样的结局，我们今天就能够决定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爱我们的天父，谢谢你，你就是这一位完美的天父。主啊，我们愿意按照你所教导我们来行，因为这是一条使我们得福乐的路。我们知道我们会被别人影响，被环境影响，特别是我们对我们自己的所谓的今生的骄傲，我们肉体的情欲，我们会被影响。恳求你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活出主啊，你是公平公义的。谢谢主，
我们这样祈求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我们今天活出神的福乐，愿我们以神为乐。我们明天见。